心。個天如果塌落嚟，你當秘笈。佢提醒我，不斷咁提醒我，做人一定要堅強。雖然我係潮州人，但係我好早就已經與山水人結緣。我細嘅時候，我父母因為忙於工作，亦都冇自己嘅房，所以咧就我一出世咧，佢就將我俾一個來自三水嘅紅頭巾奶媽照顧湊大。所以我喺佢住嗰陣時學到好多嘢。佢時常咧都同我講：你唔好擔心，個天如果塌落嚟，你當秘笈。佢提醒我，不斷咁提醒我，做人一定要堅強。仲有第二句係行行都出狀元。佢同我講：你無論做乜嘢工作都好，只要你盡心盡力，你就可以出色。所以呢兩句説話陪伴我嘅成長，佢亦都讓我對三水文化有一種好特別、好親切嘅親切感。